人不知而不愠，佢講嘅就話人哋唔明白你，可能係無端端咁樣去鬧你，或者係侮辱你，或者係誤解你。你要做到不愠，唔好發嬲。咁其實呢句情景，我哋可以引申為喺我哋生命中時常都會碰到一啲不如意嘅事，可能係人哋對我哋唔好，唔應該咁樣對我嘅，佢做咗；或者我哋見到一啲其他人唔應該做嘅事，可能我哋好嘅朋友、我哋嘅親戚，竟然會要做一啲唔應該做嘅事、壞事，我哋又改唔到。咁我哋想再分享下喺儒家經典裏邊，我哋點樣去處理一啲生命中時常碰到嘅不如意事，而冇辦法去改變嘅情況。首先，如果我哋冇學習嘅，碰到不如意事，第一個反應當然就係會揾嬲、發脾氣。呢個個個都識。但係咁樣嚟講，呢個當然生命境界係低嘅。有啲朋友佢話：我咁樣啊，我唔發脾氣，我唔會鬧人，我忍啊。呢個第二個層次好啲，最低限度唔會喺度大家係爭拗，但係你依然係用緊別人嘅過失去懲罰緊你自己，懲罰緊你嘅血壓高啊！有啲就再提升上去，好啦，我就當視而不見。呢個亦都係一個有啲人處理辦法，治標不治本。喺我哋孔子嘅教導嚟講，佢話我哋可以將自己嘅生命、自己境界提升一下，喺從高處望翻落去，你發覺呢啲不如意事嘅發生，係因為對方佢做得你覺得唔啱嘅事嗎？佢對你唔啱，或者做錯事，咁於是乎，如果從呢個高度角度落去，你可以睇到話，我唔需要嬲佢喎，係佢犯錯誤喎，而佢咁大個人竟然做犯咁嘅錯誤，唔應該去誣衊我嘅，佢做咗啦，唔應該做嘅做咗啦。你將你嘅心境一變咗做同情心，你同情佢，唔係嬲佢當堂你成個生命境界提升咗啦，將呢個憤嬲發脾氣提升做為一個慈悲心，呢個就係一個生命嘅境界嘅一個跳躍。唔好停喺呢度，當你去到有個慈悲心嘅時，你再自己再反思，我知道佢犯錯而我亦都知道我同情佢，但係我能唔能夠幫佢咧？我同佢有緣嘅喎，我應該能夠勸佢改喎，改唔到喎，所以你嘅生命境界你可以再提升上去，你發慚愧心，係你自己慚愧，因為我境界唔夠，咁將你慚愧心慚愧一個好大嘅動力，從呢個動力引發出嚟，我自己跟住一個精進嘅心，我哋好努力咁學習，得到一個結果之後，我就永遠會得到嘅喜悅、快樂、感恩嘅心。喺呢7個層次裏邊，外境完全冇變到，但係我哋可以透過修行，將我哋自己嘅生命境界去到不同嘅階梯，而最後能夠永遠去到一個喜悅、感恩嘅一個境界。